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7月18日下暗新闻，我是丹妮。新闻头起先，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新增加15个本土病例，不过指挥中心认为讲疫情有控制落来，未来要解除3级警戒可能性真悬。北部有一个男性竟然已经做过3档的疫苗啊，而且拢无共牌子。指挥官陈时中讲，疫苗甲药啊同款，毋是愈济愈好。今年第6号的风台烟花，目前是往台湾的方向咧行。气象局讲，后礼拜5、拜6对台湾的影响是上大的。过来今仔日新增加15个本土病例，虽然确诊人数是2位数，不过指挥中心认为讲，即卖疫情有稳定控制落来，未来若是要解除3级警戒的可能性是真悬。只要疫情有趋落，而且应变的能量嘛有够，就会考虑来降级。另外，指挥官陈时中宣布讲，阁会新增加第2类、第3类注射的对象，若是有符合注第1档莫德纳疫苗满28天的人，为今仔日开始开放预约注第2档。18增加18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5例是本土，年岁伫20外岁到90外岁之间。新北市7例上济，台北市5例，桃园市3例。15例本土个案当中有6例感染源无清楚，要阁继续疫调。指挥中心分析，5月中以来确诊个案已经有86.3%改隔离。最近体检阳性率也降到0.06%，疫情稳定控制之下，有机会降级。并不以清零为目标，是以可以控制住疫情为目标。那如果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那加上大家有及时因应的能力，医疗的量能也足够。那当然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在考虑要不要就是说降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全国注疫苗意愿登记完成总人数超过862万人。目前开放第3轮意愿登记，会伫19中到12点为止。为了让疫苗资源有效运用，莫德纳疫苗第2期注的对象会扩大到第2类甲第3类，也就是6月初9到7月初9已经注第1期前3类的民众，即马开始引进网络预约第2期。扩大它可以打第2剂的至第2类及第3类接种第1剂，但是接种了莫德纳的第1剂满28天可以接种第2剂。目前台湾注疫苗人口注射率超过2成，有20.40%。指挥中心表示，会根据疫苗进口的状况，按照定时配发地方，也希望赶紧建立社区的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仔日新增加5个本土病例，拢是昨确诊的，其中1个感染源还阁当地的调查。鼎泰丰餐厅新生店就证实讲，因为员工确诊，为今仔日开始会休困3天做大消毒。那新北市今仔日是新增加7例，其中的3例拢甲台北市有关系。另外，即卖疫情有豆豆咧转好，新北市嘛公布会放零部分场馆的防疫措施。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伫台北车头地下街大清消，市府证实台北车头地下街连同多1人确诊，市区甲溪区有5人确诊。市府认定属于这场群聚感染的溪区全面封锁，停业3天，按算19服业进程加强清消。已经清消了，对啊，而且就是现在的状况也没有说像之前人那么多的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有戴好口罩、有勤消毒，这样其实还好。只会走过，也不会在这里逗留，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好像影响不会太大，就只要到店的时候再消毒一下，这样就好了。有名餐厅鼎泰丰新生店有1名离职员工甲1名现任员工前后确诊，才开始停业3天，各扩大隔离。鼎泰丰表示，2名确诊者拢伫外闸包装区工作，无直接接触民众。台北市第18个增加5例确诊，分布伫内湖、松山甲信义，其中1例感染源无清楚。新北市增加7例确诊，其中3例甲台北市有关系，交互感染的1人大棒球因为接触台北车头地下街员工有关系。这场感染的1人住伫土城甲鼎泰丰案有关，其他1人住伫五股，因为朋友而感染。台北车站地下街的员工跟他的同事的室友因为接触而被感染，所以台北车站地下街的职场确实对新北市的影响蛮大的。
疫情等候，新北市未解封19开始开放新增棒球场职业赛事，不过爱闭门比赛，所有队职员定期快筛团进团出，加球场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另外，英国菲亚博物馆等5馆一园除了用流港在实名制管制，强制挂吹暗以外，也禁止食物件。2日开始有效正式开放。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吹暗是最后的防线，吹暗摕来食物件，最后才会开放。也呼吁中央对走私尊权防疫爱比较已经铺台。而7月1日3级警戒期满，也个8天，侯友宜强调爱一直体检，阻断温型传播链。另外，要拼疫苗注射率，赶紧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注新冠疫苗的消息。在国际上，有部分的国家已经开放会当2档注无共牌子的疫苗。不过，指挥中心强调讲，要收集更较侪本土的资料，而且经过专家小组来做决定，所以目前是还未定案。不过，今麦所传出北部有一个男性，竟然已经注过3档的疫苗啊，而且这3档各拢无共款的牌子。这个查甫人进前先伫咧国内注 AZ 疫苗，佮出国去注 BNT， 回来台湾了后，竟然佮去注莫德纳。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苗甲药法共款，毋是愈侪愈好。根据路透社报道，包含泰国、韩国、加拿大、西班牙、德国这10个国家已经批准用注无共厂牌的新冠疫苗。而国内现阶段暂无开放注射无共厂牌疫苗。不过，可是传出北部有一个查甫人4月2日自费注射头一剂 AZ 疫苗了后，6月到美国注射辉瑞 BNT 疫苗，返来台湾完成隔离了后，无想到因为年龄符合资格，搁再收到疫苗的注射通知单。7月初2搁去注莫德纳疫苗，就安尼跨国注3种无共品牌的新冠疫苗。疫苗跟药物一样哈，不是假如贼如何啦，它要刚刚好适量，好对症下药。自以为走了很多的漏洞，打了很多，对身体绝对不会是好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指出，即阵并无看到 AZ 加 BNT 加莫德纳效果更加好，也是更加安全的报告。反倒当时专程出国来注射疫苗，恐惊增加卫着风险。伊讲最近境外移入个案内底，有民众注疫苗也是去卫着，甚至是去卫着 Delta 病毒，增加家己甲别人去卫着病毒的风险。多打1剂这个别的厂牌或同厂牌的疫苗，等于说打了3剂的疫苗，保护效果是不是有增加不得而知哈。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可能打疫苗产生的副作用，一定是会稍微增加的哈。有医师强调，即阵国内自费注射疫苗无法律的强制，必须爱登录注射记录，而且民众伫国外注疫苗，若是无主动讲，国内医师也唔知影，看袂出来。安尼注无共厂牌疫苗，恐惊未来也是会常常发生。而且世卫组织12日医院警告，注无共厂牌疫苗是危险的情形，伫欠缺科学的证据，对健康风险也唔知影，并无鼓励民众安尼做。但是中讲，若是家己伫国外注无共厂牌疫苗出现不良的反应，争取有害救济，恐惊有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虽然3级警戒有延长，不过7月13了后有部分放令。未解封的头一个拜6礼拜，各地出现不少来佚佗的人阵，有民众透早就去合欢山的武岭亭行大看风景。高雄的大比乌嘛有不少游客，不过入园的人数是限制40%，而且嘛无发现群聚的情形。若伫咧桃园的大溪、甲屏东的潮州森林园区，游客是平常时的2成尔。未解封了后，头一个假日，南投合欢山的武岭亭，真侪游客来到位。疫情3级的警戒已经互大家规伤久啊，真无简单，当到武岭亭重新来开放，为少民众小少上山来遮佚佗、翕相，也有拍卡。很闷，然后刚好微解封，可以出来这里游玩一下。朋友约，然后就想说也是闷了很久啊，然后就来走走。不过因为医院是3级的警戒，武岭亭唔是全面来开放。这种限制一摆上最18个人会使入去，周边的停车场也敢若开放40%的停车位。另外，高雄陈清湖的风景区在未解封头一个拜六，也是不少民众来遮行行运动散步。早上人会更多，6点到8点最满，因为8点左右也是满满的，一波一波啊。台湾自来水公司第7管理处表示，陈清湖过去每点钟相关的人流管制在7000人，即阵降到40%。不过，伫咧桃园大溪老街，可能受到禁止内容甲袂瘾哪行哪食的限制，游客相对也是较少。另外，屏东南澳树林边地森林园区，入园的人数即阵也加剩平时的2成左右。7月13号之后，我们平常入园人数目前大概一天大概
200-300人。然后假日的时候，因为今天是第一个周末嘛，所以以目前入园人数来看，也是大概2到3成左右。屏东潮州的南澳四马边地新入园区，因为是免会入园，以往假日拢吸引真侪家庭来遮佚佗。即阵入园的人数限制是1000人，不过无出现有期的游客。虽然是未解封，不过得到是毋是出来佚佗，袂少民众应该拢在伫看。记者综合报道。7月13，防疫警戒小可解封了后，侪风景区的店头是真希望加减会当有一寡人客。未解封的头一个礼拜。嘉义布袋渔港甲风景区，拢开始有游客来遮行搭，有生理先活动5万，这返来的心情总算有较轻松啊。嘉义县布袋渔港的市场，早时啊，就有民众来遮买物件。市场的档仔讲，未解封了后第一个礼拜假日，感觉人有变较侪。没想到微解封第一个假日来这边买很多新鲜的鱼货。工作人员会在外面做控管，有计算人次啊，一个进一个出，这样计算最大容流量。为着要配合防疫，伊市场嘛有上侪600人的限制。除了嘉义县的观光渔区，伫嘉义市的过生活村，这个店头讲，未解封头一个礼拜日，业绩差不多有增加2成左右。这里的管制啊，快都做得确实，所以还是有很多游客愿意来。对，刚好微解封就出来走走。因为以前嘉义县市真侪店头停业要2个月，这站未解封开放，一寡风景区也未出现人上侪情况。店家拢表示，会当开门做生意，加减补贴一寡开销，对因来讲压力减轻袂少。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也有5天的时间，东京奥运就要举办啊。不过，即马疫情还烧袂退。东京奥运组委会18公布新增加10个相关的人员确诊的消息，其中2个人是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即马嘛正做选手村内底选手染病头一个。国际奥委会强调讲，因袂予疫情拖开，目前的情形拢伫咧掌握当中。东京中央区的奥运选手村17团所头一个确诊者是海外代表团的工作人员，18个再新增加2例阳性，是入境隔离也未期满的参赛运动员。正这选手村选手画到头一个，这3名选手村的确诊者拢是来自同一国。工团的成員已經被要求在房間自主隔離。53番と54番ですけれども、昨日のケースと合わせて、同じ国、同じ競技の中から、感知認知す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る。另外有一名海外选手也确诊，也毋过无住伫选手村。东京奥组委也个国际奥委会18在记者会宣布，迄天总共新增加10个相关人员的确诊，包含大会关系人、甲选手、媒体包厢等等。国际奥委会委员、南韩道球协会主席刘成敏出发前2摆检查是阴性，也做过2剂疫苗。17在机场依然是确诊。这期代表团的职员也伫机场检查出阳性。东奥这个月已经总计50多人相关人数确诊，各组的详情并无公开。奥委会强调，无可能100%避免，也毋过会严格来监控，袂互疫情来拖开。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zero risk, and that we all agree. At the same time, the mingling and crossing of population is incredibly limited, and we can ensure that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various groups is almost impossible. 日本东京都10日开始第4摆进入紧急的状态，最近连续5天新增加病例超过1000例，17达到1400人，半年来上最情形。民调显示，开幕前也是真侪人反对办奥运。记者综合报道。西欧因为做大水，造成德国、比利时、甲荷兰等等的国家，累计已经超过180个人不幸来过往，而且还佫有侪失踪的、甲失去联络的，还佫伫咧敲找当中。因若即马重灾区的水是有豆豆提起啊，看到家园损断甲遮尔啊严重，出落来清理甲重建的工作也是真大问题。德国拄到地震了后上界严重的天灾，西部地区已经超过143个人因为做大水不幸死亡。重灾区科隆南边的阿尔维勒累计有98个人死亡，还佫有100多个民众失踪或者是失去联络。伫瓦森伯格镇，大水甲水坝冲崩去，而且有佫一届崩塌的风险。当局佫一届撤离水尾4500个人，真侪所在交通也是未通。军方出动装甲车来协助清理车路，严重的灾情是一直传出来。Ubezpieczenia 90% nie ma
ubezpieczeń, bo nikt nie myślał, że tutaj aż woda przyjdzie, nie? There's so many people dead. You don't expect people to die in a flood in Germany. 德国总统施坦迈尔去北莱茵西法利亚邦视察灾情，遐至少有45个人罹难。因为伊伫地事的时阵，当地首长也就是去互看做梅克尔接班人的基民党带头的拉舍特，竟然徛伫后壁，甲同事是有讲有笑，叫大家是骂甲。拉舍特虽铺文讲伊真后悔，因为为美国转去的总理梅克尔按算18会去灾区勘灾。另外一个算断了真严重的国家比利时，死亡人数已经压悬到27个人，还佫有100多人失踪或者是失去联络。部分灾区还佫要靠船仔来搜救或者是补给。有民众甲壁卡互倒，甲厝边受困的老太太救出来。因为日省的维尔维耶市，美苏是大海啸过了后，济冰岛的汽车伫咧路面。四个规涂骹拢是厝甲烟片的残骸，重新返去家园的民众看到一世人的心血拢乌有去，是感觉真伤心、真无奈。敢若会当转念讲，至少还佫活咧。比利时目前已经派军队去4个省协助救灾甲疏散民众。总理甲20拜日定做是全国哀悼日。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年第6号的风台烟花，目前伫台湾的东边差不多1000公里远的所在，气象局预估。这个风台的暴风圈会经过台湾的北部，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为后礼拜2开始，北部甲东北部落雨的机会是会愈来愈大，而且无排除上紧后礼拜3、2、1就会发布海上警报。气象局讲，后礼拜5、拜6对台湾的影响是上大的，所以这几天啊，民众都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今年第6号风台烟花10月透早2点产生，人机车友趁未解封的好天气出门踅踅。风台离台湾约有1000多公里，为有南偏东方海面向北转西北西方向转移。气象局预估暴风圈会卡到北台湾，为20开始，北部甲东北部会出现局部落雨，到23礼拜5至4礼拜6烟花上挖进台湾。预估在周2到周4在接近我们过程当中。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周5，然后到下周6的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到时候它距离我们台湾的远近，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下雨的程度。不过我们现在预估全台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机会。我们从细级预报形容各个路径做伙，亲像天女散花。气象专家嘉新兴指出，影响烟花的环境条件复杂，路径变数相当的大。不过各个预报显示，风台朝向台湾北部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其中上海情形是欧洲模式，可能出现1、2个的情形。从高解析度的模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出现了一个对台湾影响相对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状况。除了台风路径呢往南偏以外，另外我们也发现它跟台湾的中央山脉的地形产生了交互作用的影响，让它往南偏之后再往北走，穿过台湾。风台一直增强，气象局也研判烟花接近台湾的时阵，强度已经是中度风台顶级，无排除上紧1礼拜3发布海上警报，2礼拜4发布陆上警报，来注意烟花所造成可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因为要预防病院发生院内感染，医护人员每5天至7天都要做 PCR 体检，因若住院患者甲陪病人嘛是同款爱定期做体检。不过最近因为注疫苗的比率有明显增加，卫福部宣布，为即马开始，医护人员甲住院患者还有陪病的人，只要有做过2档疫苗，而且满14天，都唔免定期做体检。为了防堵院内感染，医护人员每5天到7天就要进行1摆 PCR 采检。另外，住院的患者甲陪病的人也规定爱定期来检查。不过，卫福部考虑，因为社区的感染风险下降，加上头一剂疫苗注射率已经超过2成，本礼拜开始，院内采检开始来放松。医护人员甲患者甲陪病的人，即要注2剂疫苗了后，14天就免强制来采检。记者的医师认为，这是未来社会甲新冠病毒共存新的做法。至少都打过1剂了。那你如果是持续一直在维持这一周采检的事实上也不太有用的。我是说，你大概目前的因为你看筛检到几乎都没有嘛。所以就针对重点的人员来做采检，其实就可以了。对。过去每礼拜一直采检，有第一线医护人员家己讲已经检查到麻痹啊，鼻仔拢整整，已经惯势啊。
即阵采检放松，基层的医师表示，当年心情是较轻松，不过因应变种的病毒真侪主流，未来更加爱关心的是注射完疫苗了后，是不是有产生有够抗体。台湾需要发展的应该是去检测这些有施打疫苗的医护人员，或者是有施打疫苗的一个成人，他在疫苗完整注射后2周、3个月跟6个月有没有足够的中和抗体，这样才能够晓得他对病毒的一个保护率有没有提升。那针对疫苗所产生中和力量不足的，则是要考虑采取追加注射的方式。医师分析，世界各国拢有接Delta病毒的真侪主流，因为即阵咱国注射疫苗拢是对原始的病毒有保护力，而且无论是多种的病毒株，就算有注疫苗，又有可能是无症状的感染，必须要长期追踪这个抗体保护力，才有法度降低院内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注疫苗的人数已经有631200个人，注射的比率是22.9%。比全国平均20%还阁较悬。不过，有医护人员反映讲，有部分的场馆都要一个一个甲民众做卫生教育。同款的内容，医生一讲唔知爱讲几届，有的是讲到哪后拢烧声气，甚至是影响到伊正常的门诊。也有医师是咧做卫生教育的时阵，有人伫咧边仔咧夹时间，袂输是爱伊拼速度共款，互医师感觉讲是真无互尊重。下晡5点外，高雄5家国小体育馆已经无啥物排队的民众，不过医护人员却是伫加班等储存的疫苗。高雄疫苗注射率到10倍为止，已经有22.9%，比全国20%较悬。不过却是有医护反映，这款的注射率是医护人员辛苦换来。团体卫教一次是40个人，好像屏东现在大概是40个人嘛。那如果我们改成1对1卫教，变成所有40个人可以讲完的，我都要讲40遍。好，那这个之下，其实很多医生跟我们反映都是他值了一个疫苗门诊，隔天就烧声，自己的门诊没办法看。另外，有医师个别卫教时阵发现边仔有人饲马表，敢伫随讲卫教的速度，互医师感觉无受到尊重。呼吁高雄市府重视医护人员的声音。第一次卫生局回应表示，16就通知医疗院所该采取团体卫教，不过是不是实施团体卫教，爱看注射场所的设备。另外，饲马表是5岁，是为了规划走徛式的注射。这样的接种方式呢，我们必须有一些规划的依据，那包含在各场站各个节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这个科学的一些量测的一些工具。那即使是其中的一个。高雄市长陈其迈对医护人员的辛苦表示感谢，也强调注射疫苗是高雄现阶段上重要的防疫的工作。会根据医护也有防疫人员的建议甲观察，也有市民的意见，一直随时来做检讨，互注射流程更加顺。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实施3级警戒以来，学校除了停课，毕业典礼嘛是连带受到影响。中华一间幼稚园为着要互这个高水的毕业生，甲因人生头一场毕业典礼小闪心气。这间幼稚园是专工甲因平常时载囡仔上下课的交通车改造做行动毕业车。园长是亲身去学生因厝里一个一个发毕业证书，或者家长甲学生弄一个真难忘的记忆。下巴后热情的元宵妈咪为小宝贝颁发毕业证书。穿红色的学士服为园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也有毕业礼物，囡仔看起来是真欢喜。不过，安尼毕业典礼每一场拢只有一位毕业生。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为这一次的毕业典礼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受疫情3级警戒限制，学校毕业典礼拢受影响，毕业生无法度亲像以前同款到学校参加。中华参会一间幼儿园，为了要互囡仔错过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将平常时接送学生上下课的娃娃车改造成行动毕业车，到每一个毕业生厝内办一场毕业典礼，由园长亲身将毕业证书送到囡仔手头。特别用了行动毕业车来为小朋友的毕业加冕，祝福小朋友到国小的生活一帆风顺。幼儿园表示，有为咗学校将毕业典礼改造线顶举办，不过感觉少一寡人甲人之间情感的交流，所以决定在无违反防疫措施的规范之下，直接到毕业生的厝，伫院校办简单佮隆重，而且是专属每一个囡仔家己的毕业典礼。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啥款？咱做伙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
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